嘅偵測系統嘅。咁佢封號嘅速度咧，比當其時更加快啦。同埋而家咧，連警告都唔會俾人噶啦。咁2025年咧，有幾個新增嘅致命風險嘅。咁第一就係話 AI 搞到執法好嚴，係啦。佢哋而家個 AI 系統咧，可以瞬間 detect 到一啲可疑嘅活動，就算你冇心去做錯啲嘢，都可以咧係 trigger 到一啲自動封 account 機制嘅。咁佢會俾你補文件去解釋嘅，但係如果你文件唔齊咧，就呢個封號係永久嘅。第二，就係一個叫做重複咁樣違規嘅一個政策。如果你係180日之內重複違反同一個政策嘅話咧，咁啊即係 total 兩次嘅一個違規咧，你可以俾人封戶口噶啦，係啦。咁你嗰個賬戶嗰個健康程度咧，直接跌到零嘅，係啦。咁佢會俾3日時間你去申訴，只係得3日。第三個咧就係一啲叫做 compliance 咧，就非常非常之嚴啊。咁啊，譬如話你產品個 size 咧，你如果寫